是时阵，无无会到带你到地落船，船顶才歹你到船若要困，水开若看起你到无时阵，啊你着哎呀好你哎呀。可以给掌声欢迎我们王金玲老师，来家长给帮鼓鼓好不好？老师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听讲这支的吼，迄个阿古线都较过来。真欢喜，会当每年拢来参加陈文珍老师来举办这个围琴的活动。我身为一个北投人，真有福气。啊，你是北投人啊？是啊，所以陈文珍老师老办活动绝对袂放袂记你我。是。常常拢会记你讲，王金美到伫北投，爱叫伊出来。嘿嘿，所以我嘛真欢喜，拄则看到伫咧办这个活动，安尼互我感觉呢心真酸。伫这个香火相传，我才想到一个讲，咱历史故年真好听。这个乐琴是咱祖先传予咱，土生土长伫台湾，咱台湾的文化唔通断，香火是代代爱相传，真正重要。比如讲十点啊，迄只调还佫有种种的这个江湖调，拢是乐琴为主。 所以陈明珍老师真费心来香火相传，来教这学生将这个乐琴甲伊传落来去。所以咱今仔日时间又无真济，咱简单就来唱一个乐琴为主的，叫做十点啊。咱若是讲新桥白马，大家拢会想到什么？王宝钏。 若讲安东哥咧，大家就想到讲，都咧买菜。咱今仔日大家拢袂记哩，有一个卖菜字啊，卖菜字啊是袂咧卖菜，嘛毋是买菜，嘛毋是新徛白马。咱小等来甲伊欣赏小小一段卖菜字啊，卖菜。咱来叫这个柯明峰老师来甲咱伴奏，柯老师拜托。 菜哟，去卖菜呀咯，也卖菜是上班去，我着抢抢行，抢抢去，行到街仔头，饭店巷仔边，轻嫂啊，贵子。
师最后有啥物话要来鼓励吼，咱所有对乐琴、对咱台湾民谣吼有兴趣的这个朋友，来甲鼓励一下好无？希望讲这个乐琴唔通互伊断去。我相信咱北投遮尔有文化，是有这个陈明章老师伫咱北投，是，这个乐琴内底咧上传，每一年拢来办这个活动，大家拢讲定定的提起乐器，所以这个乐器真好听，希望咱大家当喜爱。柯老师真正用心，伊对这个传统文化虽然创新，我常常在讲，创新是不离传统。嘿，传统的物件一定爱家保留的。哦，创新嘛创新，这个咱这个文化，这个传统的物件，你若是无家留掉咧，你一直创新，你就失去这个传统文化的意义。对，传统就好像就金共款啦，对不对？飞机线上嘛一定吼，爱有这个金的这个基底在。金卡来交钱啊！歹势哦，也无天地互恁食，叫恁转去，大家拢好野这是邀请到咱所有的朋友哈，只要是这个学我们这个乐琴民谣季的这个朋友要表演的所有的老师以及我们所有学员，是不是都可以上台来，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大合照，好不好？哦，邀请大家哈。阿伯啊，真正伊个有阿祖。